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遊。上一集我哋大家一齊認識咗焦慮呢一隻貓，佢會突然跳出嚟，半夜嘈住你，捉走咗你嘅平靜。今日我哋唔再同佢對抗，而係學習點樣溫柔咁樣同佢共存。大家請要記住，接受並唔代表你中意呢一隻貓，或者要覺得佢好可愛。接受嘅意思係你仍然可以覺得好煩、好不安、好唔想佢喺度，但係你選擇唔好將所有嘅能量都同佢愛嚟糾纏。你就好似一個安靜嘅觀察者咁，溫柔咁睇住呢隻貓跳嚟跳去，然後輕輕咁同自己講：我睇到你啦，你又跳出嚟啦，我感受到你捉住我嘅感覺，然後溫柔咁提醒自己。你只係一隻貓，但係你唔係我嘅全部，我仲有選擇。而家同我一齊做一個簡單嘅正念練習啊！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好，可以嘅話可以眯埋雙眼，或者輕輕咁樣定睛一個點望住。先深呼吸，慢慢吸氣，再慢慢呼氣。再一次，想像你心裏面嗰一隻焦慮嘅貓又再出現，留意下佢今日喺邊度？喺胸口、腦袋定係胃部啊？佢叫得有幾大聲呢？個爪有冇捉得好緊啊？我哋唔好急住趕佢走。就好似一個觀察者咁，安靜咁望住佢。我哋溫柔咁同佢講：我見到你啦，你嚟咗啦，我接受你而家就喺呢一度。感覺自己嘅身體，感覺腳踏實地，空氣由鼻孔呼出。就算呢一隻貓喺度轉圈，你仍然可以選擇：我而家要去過真正想過嘅生活，要去做我有意義做嘅事，照顧自己，陪伴身邊重要嘅人，追尋我嘅方向。慢慢慢慢，我哋再深呼吸一次。做得好好，呢一個就係 ACT 接受與承諾治療裏面嘅觀察者練習。你並唔係嗰隻貓，你係嗰個包容佢，同時握住自己人生方向嘅空間。親愛嘅你，焦慮呢一隻貓可能會係一直喺你生命裏面嘅一部分，但係透過正念、運動、寫心情日記，甚至求助，有適當嘅幽默，你會越嚟越有力量同佢和平共處。最重要嘅係唔需要一個人去面對。如果有需要，就勇敢咁樣去尋求身邊嘅人支持，或者專業嘅幫助。尋求幫助從來都唔係任何嘅羞恥。如果你覺得呢兩集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按讚、訂閱、分享俾一樣面對掙扎嘅朋友啊！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你心裏面嘅焦慮貓最常幾時出現啊？你又有冇試過溫柔咁樣接納佢？我哋喺呢一度陪住你，一齊加入心遊嘅浪潮。心遊，你嘅情緒